怎么会那么严重？这个应该很久了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今仔日我去一个所在收到一箱白虾的箱。因这箱吼，本底是一个茶刀仔的拖仔内底，因为内底有一寡纸搁册，所以白虾大入去了后，因就四界整四界找所在大。我要免费改一条干呢。因为白虾因爱食迄个食物的纤维啊，像迄棉床啊，是册刀啊，是册拄啊，可能拢会绑去啊。白虾最好食，伊会甲迄物件拢食。结果这个拖仔规个拢变成因咧大的所在，安尼一条一条，那像迄个网络同款。你敢要看白虾的show？爸爸嘛有呢。是啊。我来跳你看无？噔噔。我要看这里。那只大个哦。那内底养无明显。因为因无大，因无大在内底啊，轻轻哦，做擦的哦。擦对吧？我会惊。白虾的show内底会当看到真侪种无同的形体，就即马看到伫顶面行来行去，有实仔的这，有可能是在色的虾母，嘛有可能是在色的虾公。show内底阁有公虾甲冰虾，公母的比例差不多一半一半，拢是即个show的虾蟹甲虾王生的囡仔。白虾甲狗虾同款哦，因的show内底是有社会性的阶级。分做有生产能力的阶级，就是头仔讲的在色虾母甲虾公，甲即个show的爸母虾王甲虾蟹，阁有劳动阶级，就是公虾甲冰虾。虾蟹甲虾王做伙找到所在做收了后，就伫内底生卵，甲第一批的囝请养大汉了后，这个囝就会开始接内底的工课。公虾因就是负责厝内起厝，也是找物件食，也是照顾其他的幼囝。你看这嘴尖尖的这我有去互伊夹着呢。我要美。因为我迄阵咧收这个show的时阵，我毋知影伊内底阁有人住，我甲伊摕起来，因就安尼搞夹。咱有当仔会看到迄树啊，顶悬有一张宝宝的图，就是因为咧这有白虾。白虾因为树仔顶面活动，这算是因的高速公路。因的身体看起来都肥嫩，这个动物爱食，所以因为着保护家己，因的高速公路顶悬袂用土来盖起来，安尼较袂用食。这段去我头下爬开了后，就看到因伫内底行来行去。像这淡淡的，这就是因头仔当啊补起来，这嘛足济。这种淡淡的，就是因当啊补的。像迄落公毛的物件，迄就是因用因的喙烂甲土搅做伙。啊，像狗遐，因就直接爬伫咧顶悬，因就无咧起即种高速公路的物件。白虾甲狗虾是无共的哦，因的亲情关系差足济哦。毋过因共款拢会伫咧落雨的进前落雨了后，就是湿度足悬的时阵，尤其是伫咧春天落黄霜啊雨。你是安那来的？因就全部飞出来交配，所以叫做大水虾、大水蠓。我紧讲好了，无伊搁要甲我切断。只要季节若到，就是差不多咱的迄落黄霜雨即个季节的时阵，湿度较悬，也是落大雨的时阵，才会有时仔的生团的阶级因就会飞出来。现在就会出小拢是白虾。因为因白虾大入去，因毋知影啊，来愈来愈严重啊。伊也大入去。因为白虾伊有当啊咧生团的时阵，迄虾王吼，因若是甲人新的虾王甲人交配了后，伊就会去找所在住。啊，伊拄好飞来这个人因兜，伊就撞入去。啊，所以咱后盖爱注意哦，迄门窗拢爱迄芳啊，啥物货拢爱顾好，莫互迄白虾走入来。啊，无走入来，伊开始就的时阵，当开始可能毋知，啊来就愈来愈严重哦。今仔看的这叫做白虾。白虾。大水虾。大水蠓。细声的啦，还有狗虾。好啊，今仔日的介绍就到这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